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年各行各业的年底奖金拢无介理想。人力银行的调查，平均敢若发一个月，是8年来上少的一届。只有真少数的行业碰到疫情的福气，这个年底奖金是去到济。防疫的保单卖甲真抢市，真侪做保险的业绩变好，年底奖金慢领甲喙笑目笑。我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大概成长了2倍，所以说，从去年的可能跟外面比起来，可能2个月，现在今年成长到4个月。同款是疫情影响，卖大型活动票券的公司，因为真侪活动促销，无代志通好做，今年年底奖金就领甲真少。之前一直都是稳定，都是有的，是今年比较特别。就完全没有。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今年虽望86%的企业会发年底奖金，不过24.7%的年底奖金有救水，平均发要1.2个月，创下8年新低。资讯科技业对员工上拍手，平均1.4个月，年底奖金发上少的是民生服务业，平均无到1个月。虽然下半年度是有稍微比较复苏，但是没有办法弥补上半年度的缺口。疫情影响，真侪企业年底奖金拢唔敢发收济，不过某企业对员工拍手大方的，就是希望员工会当伫咧今年好过年。